来促使到这个草案加速度进行的，就是这个月月初，屏东电信行一个女员工，互凶手开车甲弄倒，甲掠走杀害，佮甲尸体来弹掉。这个被害人进前就嫌犯军中骚扰，但是因为双方毋是亲属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申请到保护令，才来发生到这件悲剧。其实老早伫个6当前，就有一对双生姊妹啊。这个妹妹前男朋友，伫个两个人分手了后，一直来跟踪这个姐姐，而且一直讲对，这个对就是对5年，甚至走入去这个姐姐徛家，讲偷摕大新的衫裤，当时嘛是拢无伊的代话，无可奈何。然后我觉得非常可怕，因为跟踪了5年了，都没有办法解决。叫小妹前男朋友军中5年，毋若上下班都会家对调调，含厝内嘛互拢要去20几道，佮互偷摕伊使用过卫生用品，惊到毋知影要找谁斗相共。这已经是2年前发生的军中案，4年前嘛发生过大学生为着要入学会，嘛是规港家高高甜，闹去警察局。那唔知他报警，他还捂住他的手，抓住他不让他走。爸爸是警察，嘛无在调管学生，结果拍袂到，就冲去教室开学会。边拢一个小姐嘛，互长期军中，想要申请保护令，却因为和对方是无关系，就装无消息，尾后叫嫌犯押走台死。直到出人命，军中烧了防治法草案，才总算审议完成，上政院讨论。刘义讲，交予警察调查，才当保护被害者。包括法务部、包括内政部、包括司法院，所以这次的一个立法的草案，应该是会比较大家讨论的过程不会再有那么多争议。甲人军中高高甜的范围，包括用电话、网络，或者是骑车甲人军中，互人会惊。违反保护令，会当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含30万以下罚金。若是早凶器假死，相当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含50万以下罚金。